在现场当中你无法去除的状况下，帮他做一个排除你的障碍。一般勤务不一样啊，那在火警的话，就是重大火警或者有人命受困的情况下，特搜队才会出动，因为比较会深入火场，然后大概控制温度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进去这样。在每一个月份，它把我们消防的每一个层次，就是说包含居家安全啊，还有搜救犬的部分，还有我们人家比较不会去关注的那个听色的部分。消防阅历不是用猛男或美女来塑造，我想用最写实的一个图片来呈现消防人员平时的救灾，还有他们的防范救灾，还有关怀，会更贴近人心。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影像有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消防人员在救灾的时候，那他们的英勇身影甚至是有许多的这个防灾的一个应变的措施，让大家可以透过阅历来知道这样。我们跟消防局一直有很频繁跟密切的互动那当初知道消防局有这样子的期望，所以我们也当仁不让来提供这样子的协助。那希望能把这个正确的消防观念可以宣导给我们整个台南市的市民。台南市算是以前就是日本时代算是第一个设置这个义消团体的地方。那一开始这个望火楼，它那时候是1930年它建造，那到现在到80年历史，所以它现在其实在我们这整个消防局这边，它算是很历史悠久的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你对消防阅历有什么样的想象呢？猛男、帅哥还是美女呢？奇美实业赞助了台南2021消防阅历，而这份阅历绝对颠覆你的想象。2021台南消防阅历每个月份都会有不同的救灾与防灾资讯，而每一张照片也都是消防员辛苦工作下被捕捉的瞬间，不仅让民众可以了解救灾与预防灾害的姿势，更能让民众了解到消防员工作的辛苦与考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消防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局长李明峰。今天呢，我们发表2021年的阅历。那么我们的阅历呢，是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来这个拍摄。那么请很多的摄影专家比赛得奖的作品。包括有我们做预防的工作，做救灾、做救护的工作，还有我们美丽的听摄的照片身影。那我们希望消防很多元的价值呢，都能够在这个阅历里面把它呈现出来，给我们市民朋友呢大家来共同分享。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宜兰总医市医局制定山区伫2006大地震时，民众的躯体被严重损坏状况，批评当时干部局无采纳伊的意见，伫感觉互呼吸上大段留下证据。救分红单造成有面体维修5万到10万拢有，结果只补助1000到3000，议员相当不满，认为是干部局的行政疏失，除了要求对2006地震的善款再来约5000万来弥补，嘛进一步要求2006慰问金要重新检讨。我们的作业要点4个月就是开一次会，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一件事情可以让我搞2年？4个月开一次会，你说这个会期又怎样？这个会期我都让你过了2年了。最主要这个标准没有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要怎么去补？来，第9点，没有在这个标准，0206受灾户没有在这个标准吗？那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看？说我们要定这个标准，当然有它的难度，因为时间已经长了，没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时间已经长了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当初没有留下这些证据。为什么没有留下这些证据？是啊，所以用卫生纸。因为你们敷衍了事，你们没有好好的去每一户拍照，留下这些那一个时候没严重性轻重
的这些证据，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发生这个事情。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一个慰问金嘛？那慰问金就是对于他们的，不是对于他们。我要问的是这一次这个会议是谁主导的？哪一个局长？是社会局长还是公务局长？这个会议我要去查一下，如果有这个会议决定，社会局长还是公务局长？这说议员对着社会这些重大治安事件嫌犯，拢是因为视觉失调等精神疾病理由。这些法官以刑法19条以身心障碍公约等自由行政来轻判，故在犯罪嫌犯所作所为，所以议员要求市府一定要重点立管，防止一件搁一件被报单。第一新闻滚至林根采访报道。延续议员周一齐对0206善款运用不满，议员嘉龙界为公了鲁当，除了强烈质疑黄市长就任以后是18亿外，不过现在剩16亿外，其中2亿到底开伫倒，要求市府提出报告，嘛进一步针对若拢无地当，后续如何照顾弱势，或者是其他专款用途，伊相信市长唔敢专断，要求制定特别条例来执行。咁这个特别条例，这个条例通过，恁依照条例去执行，将来要做其他的善款，或者是照顾弱势，只要公决，市长你嘛唔敢独断啊，你嘛唔敢专断啊，是有机会来替你背书，恁甲办法送出来，啊无就对啦，一条钱伫遐哦，目孔赤就会生虫啦，很久就会出代志。怀璧其罪了，我知。因为过去农地工厂管理成效无好，违章的工厂抢来起，议员交通界上午的考试，农地应该是种环保、种水果，结果即马拢是咧种工厂。目前台南已经高达3万外间，至于黄市长就任这2档到底增加偌济，又个拆除偌济，要求市府一定要强烈执行，唔通互外界讲闲话，影响公信力。咱守法的伫啊。隔壁人工厂一间种出来，情何以堪？也袂使检举，因检举人就知我检举的啊。因为你的议员都唔敢检举，一般民众更加唔敢检举。我唔敢检举，我唔敢种啦，我唔敢违法啦。唔是讲唔敢啦，歹势检举啦。我唔敢违法，你听有无？我听有啊。我本来就要做立体农业。1分地会当种9分地的面积，结果无啊。用水搁较省啦，我知啦。所以我爱卖掉，我即马要来山区，来左义市迄区找，就看有人要卖我。哦，换我来遐发展农业，啊，这3万几间，你也无政策，也无办法，也无作为，也无强制。2016以前甲以后，咱有你无共款的处理方式。2016。5月20，我问你，你的手内你拆几间？啊，你拆几间？目前已经大概拆了43间。议员交通界即阵黄伟条虽然无过去激烈的交锋，不过因为感到公力十足，加上趣味的其他俗语发挥，嘛互共这话题即阵起来都无共的效果，共款起这些媒体关心。但系新闻滚至林根采访报道。南台湾血库存量不足，造成需要收回患者苦等。台南市长黄伟哲知影这件代志了后，16日特别前往台南市中西区关血中心，满手捐出254cc的热血，同时呼吁全台各社会团体、民众拢来捐血。以前缺血、惯常缺血的时候都是寒暑假，学生回家了，所以比较少去捐血。那今年好像血荒来的比较早。那我们希望说，一方面当然，有一些我们多注重一些交通安全，多减少一些车祸的发生，就少一些外科手术的施作，就少一些血的需用量。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一起挽起袖子，捐出热血。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具有这个意义的。毕竟捐血一代救人命。
黄伟特表示，另外嘛要呼吁大家注重交通安全，因为只要减少车祸发生，就当减少部分手术执行，更会当减少用火量。因此，呼吁大家要注意出入平安，嘛呼吁大家捐血一滴，救人一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10档以来持续推动的艺术禁区，是邀请到表演团队到原台南县的户外以及校园中地来演出。除了落实文化平权，同时也培养未来艺文欣赏的人口。今年活动也将要伫11月28号结束。最后一场演出也由着朱宗庆大菊乐团2团伫新市区的台南科学园区登场。这届文化局也甲南科管理局所举办的南科爱心月的公益活动共同合作。除了有表演以外，到时阵也有野餐趴、甲爱心园游会等丰富的活动。要互民众来看表演的同时，也会使做爱心。那目前我们已经办完了17场的一个户外演出了，那后续还有3场。那这3场分别会在21、22还有28号这3天，在安定、六甲以及新市的南部科学园区林溪湖畔来做最后的一个闭幕演出哦。那在28号晚上的下午的这一场的一个闭幕演出呢，我们特别跟南科管理局来一起来合作，我们媒合了南部科学园区的各大的一个厂商，他们一起来做爱心的摆摊，所以我们把下午1点半开始有2020那个南科爱心月野餐趴这样子一个活动，那我们由各大的一个厂商，他们摆摊之后，把这些所得我们捐助给弱势的家庭以及小朋友。那4点的时候，我们有朱宗庆乐团来进行我们的闭幕场的一个演出。我想这一次的艺术禁区，黄市长也非常的重视，每一场他都到场来给我们加油打气。那也吸引每一场的一个参观表演的一个人数也大幅度的提升。我想这个是10周年我们最后的一个闭幕场。那10周年并不是做最后的一个结束，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年，我们有更新、更有创意的一个表演节目给市民大家共同来欣赏。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我们的云溪湖畔用爱心野餐趴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园区的朋友了解我们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宗旨。好，那因为去年我们第一次尝试，所以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是素人演出，再加上一个星光电影院。但是现场也聚集了很多好朋友，但是我们觉得今年要更精进，那也真的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邀请到专业的来能够邀请到专业的文化局跟专业的朱宗庆打击乐团，能够来让我们能够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爱心乐器艺术禁区的一个活动，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届为闭幕早来演出的表演团队，就是朱宗庆打击乐团的2团，以创意专业结合少年人的活力，展现出适合亲子共享的打击乐。因也是希望透过安尼演出，让参与的民众拢留下美好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南西圣济宫建庙30多栋，庙内主事乌面三马，因为真灵声，香火真鼎盛，有着真侪虔诚的信徒，
大约伫早当进前，3马降级指示要伫圣济宫妈祖庙后边一处空地兴建新庙。经过主委张惠芳、副主委张英山以及信徒大众出钱出力，将空地买落来起庙，总算是完成了3马的指示。11月17日吉时，庙方特别举办盛大祈安团拜以及动土典礼，邀请台南市副市长柯玉典、立法委员陈廷辉、郭国文、前监察院长张博雅、前立法委员罗淑蕾、周武六、市员李文俊、蔡小薇、全台西南董事长曾正义、安平开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以及各有宫贵宾等，一同来见证这个时刻。第一枪，金剑万土地，祈求行政工程平土大建，百无禁忌。南西是我出生了，一直拢伫遮成长的所在，所以伫遮要感谢咱张主委率领的团队吼，愿意伫个阮南西阮的故乡，阮的庄脚会当甲这个庙起好好，关心的咱南西在地一寡弱势的民众甲咱遮好好一寡偏乡的资源做好，包括食物银行兼这个品德教育，我想台南市政府。会用10分的热情，我们的社会局、我们的教育局都会一起来努力，来帮助我们未来呢妈祖庙要做什么善事，台南市政府一直都会成为张主委最大的后盾。咱妈祖庙除了会当讲用宗教文化提升以外，上主要我们还有食物银行哈。那这个食物银行其实可以结合到我们地方哈，包括咱的副省里长、甲咱地方、咱所有南西的里长哈。大家共同也争取到中央的预算哈，共同努力要做咱的中央厨房。圣济宫妈祖庙主委张惠芳表示，未来除了会持续为信徒保庇、指点迷津，庙方也提供食物银行的资源，以及培养囡仔品德教育等多项的爱心服务。这边是一个行医济世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妈祖呢还是一样哈，会圣灵显现哈，然后帮大家呢解除一些身体上啊、心灵上的一些疾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信徒呢会在这里呢。扩大食物银行的一个业务，也会扩大我们课后辅导，做孩子的品德教养。所谓的品德教养，并不是告诉你人应该怎么做，而是就开始呢，不注重功课的呢，做其他的，比如说插花呀，比如说烘焙呀，比如说料理呀。从小可能小学、国中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课程，让大家一起来呢。多元性的发展，因为肯定南西圣济宫食物银行关怀弱势理念，副市长柯玉典嘛承诺，未来会支援市府社会局资源，甲庙方徛做伙，共同关怀弱势。相信这款美事，不管是人也或是神，拢会真欢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举办的星云教育奖，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每年除了选拔无同的教育级别的杰出教师，对4年前并且举办教育的论坛，并巡回北中南甲东部。第2场11月15选伫南区的台南大学来举办，包括星云教育奖的指导委员曾志朗院士、国立台南大学的校长黄宗贤，以及佛光山南台北院的主持满洲法师，拢应邀出席并且致辞。肯定星云大师办理教育的推动。几十年来，台湾呢，在对于道统，就说这个尊重道统这件事情，在老师们的教导之下，乡村很多城市里面，无论如何，你都看到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几十年来不得了。因为有那个力量呢，很多这种所谓内在的 infrastructure， 这个内在的结构，一下子就让大家觉得我要遵守这个社会共同的利益。在新港改我们的老师啊，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这么平稳。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成绩，都是几十年前老师们打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教学的改革呢，一直呢就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工作。那教学的历程
不但要有理想、有热忱，刚刚部长讲了，还要有这个科学的分析，还有这个实践不断的一种精进。今天的讲者呢，或者是参与者，都是在教育的现场不断思考，有理想、有热忱，还有方法。那透过他们的一种分享，这些教学来创新得奖者的一种分享，我相信，一定可以激发出来很多这个教学的一种新的改革的思维。星云大师说，什么都可以缺，但是教育不能缺，教育不能等。这是星云大师对教育的坚持，也是办星云教育论坛、星云教育奖的初衷。大师又说，影响教育的因素如果有10分的话，父母、师长、朋友、同事、大自然各占1分，剩下的5分呢，就是自我教育，也就是自觉教育。自己要觉悟，要学习，这个才是教育的成功关键。会中除了邀请星云教育奖的典范教师分享自身的经验和感人的故事，今年特别邀请学师达创办人张辉成和南投县的选文国中教师王振中进行主题演讲，其中曾经刻下全国10多奖，和泡泡大师的典范教师王振中嘛曾经被拍做一部电影《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真实故事来上演，甲在场的教育人士分享教育要如何来翻转偏乡。会来到我的学校，对国英数就已经怎样兴致缺，没有了动力。他因为不会，所以不想，然后因为不想更不会。OK， 所以我的学校成为这些孩子最后的希望。每一个偏乡的学校都是这样孩子最后的希望。那个希望不等于哪一中，不等于哪里中，那个希望是他就经过9年国民基本教育之后，对人生有一些梦想，而他的受的教育可以让他为这个梦想有实现的能力，那叫做希望。那这些希望寄托在谁身上？老师，寄托在老师身上。每年的星云教育奖伫3月底进行收件，5、6月评选，9月来颁奖。伫上100位的报名参赛，今年总共选出19位的得主，除了有奖金来帮助教师对教育的推动甲奉献，同时还佮举办全国的巡回教育论坛。伫第2场南区举办完毕，接煞10月29将伫台北来登场。2年底进前，主办单位嘛欢迎各界踊跃来提报星云教育奖来参赛，活动主巡会用像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来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鼎当中的汤头，当咧用小火慢慢啊煮，各种的蔬菜甲大骨，会使看到业者的用心。这是为伫后火车站百货美食街当中的锅烧意面的业者，每一工拢会准备的，因为好的汤头会使互面更加美味好食。除了经典的口味以外，业者也有麻辣、泡菜、排骨等口味。即间为了互喜爱食海产的民众会使一摆食到够，业者也特别推出了满满的鲍鱼甲小港仔的海产口味，民众嘛会使选择综合的口味，鲍鱼甲小港仔拢食会到。现在单推出嘛有优惠，喜爱食海产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我们台南大圆柏地下2楼的美食街，帅锅烧意面专柜，即日起推出的一个新品，是以海鲜为主题的小卷锅烧意面跟鲍鱼锅烧意面。那第3款是鲍鱼加小卷的综合的锅烧意面，那这个原价是250元啊，那我们在试吃期间都是特价220元，那它的量相当丰富啊，每一碗都有10只啊，所以说整个碗几乎都覆盖看不到面了啊。那这个时间的话，喜欢海鲜的顾客欢迎到地下2楼美食街来参观选购。除了鲍鱼甲小港仔的口味有优惠以外，业者也推出一个人甲2个人的组合，要互喜爱食锅烧意面的民众会使体验到无同的口味。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